好啦，各位同學，我哋而家咧就去到負荊請罪啦。咁咧，負荊請罪嘅故事咧就係既罷歸國，以雙魚攻大，拜為上卿，位在廉頗之右。右咧即係解上咁解。既罷歸國咁即係咧完結咗汶池之會啊，趙王翻咗趙國之後咧，因為雙魚功勞大，所以就封咗佢為上卿。佢而家嘅地位咧，其實係位於廉頗之上嘅。廉頗咧就話啦：我為趙將，我咧係趙國嘅大將，有攻城野戰之大功，有攻城池野戰殺敵嘅大功勞啊！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，但係藺相如只係憑住自己嗰把口啊，能言善辯，立下功勞，而位居我上，而地位卻在我之上。且相如素賤人，素係本來賤人咧就唔係我哋而家攞嚟鬧人嗰個，而係咧古代咧係解出身卑微嘅人。況且藺相如本身只係一個出身卑微嘅人，誤羞，我感到被羞辱啊！不忍為之下，唔能夠忍受地位喺佢之下。宣言說，佢揚言就話啦：我見相如嗱，唔好俾我見到藺相如啊！如果我見到佢，必辱之，辱係解侮辱、羞辱佢咁解啊！相如聞，不肯與會。相如聽到呢一個消息之後咧，就唔肯同廉頗相會啊！相如每朝時常稱病，相如每逢上朝嘅時候咧，成日都詐病唔去，不欲與廉頗爭列即係解爭奪位次嘅高低，唔想同廉頗爭奪位次嘅高低，而以相如出。冇幾耐之後咧，相如咧。有一次出門遠見廉頗，遠遠就望到廉頗啦。相如引車避匿，引係拉開架馬車，避匿躲避係啦。街頭見到佢咧，街頭見到佢喺街尾咧，都喺街頭嘅時候咧，就已經調轉架車咧避開佢啦。於是舍人相與諫曰，於是乎咧，相如門下嘅門客咧就一齊嚟勸諫佢。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，去係解離開，事係解侍奉。我哋離開自己嘅親人嚟侍奉候你啊！圖慕君之高義也，圖係指示，慕係仰慕。高義係高尚嘅品德，我哋離開親人嚟到侍奉你，係仰慕你高尚嘅品德。今君與廉頗同列，而家你同廉頗地位相若，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。廉頗公開咁樣呢講出惡言，而你卻怕佢，躲避佢。恐懼殊甚係非常厲害，恐懼得非常厲害，且容人尚羞之，容人係普通人，喂，普通人都尚且為到咁樣而感到羞恥啊！況於上將府，況係何況係上將呢？臣等不肖係解沒有能耐嗱，我哋冇能耐啊！請辭去，請讓我哋告辭啦！藺相如固止之，固止即係挽留。藺相如咧就好堅決咁樣挽留佢哋，並講：公之事廉頗，廉將軍孰與秦王？孰與係哪個更厲害？佢呢一句即係講緊嗱，諸位先生，你哋覺得廉頗大將軍同秦王邊個厲害啲啊？曰不若也。眾門客咧就答話啦：廉頗將軍不如秦王啊！相如就話啦：
夫以秦王之威，而相如庭斥之，欲其群臣。相如雖奴，孰謂廉將軍哉？佢呢度咧就講緊啦，以秦國嘅秦王咁威風，我尚且係夠膽喺秦國嘅朝廷之上啊，斥責佢哋，並羞辱佢嘅大臣。相如雖奴，奴係解無能。我雖然係無能，但係難道我會怕廉頗將軍咩？故吾念之。故係但是，念係考慮。我係考慮到而家呢一個形勢，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，強大嘅秦國之所以唔夠膽發兵攻打趙國，徒以吾兩人在也，只係因為有我哋兩個人喺度啊！今兩虎共鬥，其勢不俱生。今係如果，俱係共存。而家如果兩虎相鬥，勢必不能共存。所以為此者，我之所以咁樣做，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。急係解危急，仇係解恩仇，係將國家嘅危急放喺前頭，將私人嘅恩怨放喺後邊啊！廉頗聞之，廉頗聽到呢啲咁嘅説話，欲袒負荊。負嗱，第四次出現呢個負字啦，不過今次個負字係解背負。佢咧就即刻脫光上衣，背負住一啲嘅荊條，因賓客至，經過門客嘅引領，嚟到論相如門謝罪，嚟到相如嘅屋企咧謝罪啊！佢咧就講啦，鄙賤之人，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。寬係寬待，佢咧就話自己係咩人啊？係粗野淺薄嘅人啊！仲唔知道咧？將軍你竟然寬待我，去到呢一個地步，卒如相如寬，最終咧，佢哋兩個人咧就。最終佢哋兩個人咧就終於和好，成為刎頸之交，成為共同生死嘅朋友啦。咁樣咧，呢一個故事咧就嚟到呢度。咁至於咧各個故事嘅內容嘅深究咧，我哋就留待課堂咧等各班嘅老師同大家講啦。多謝各位同學嘅細心觀看，拜拜。